以下節目部分鏡頭可能引起不安，敬請留意。究竟乜嘢係濫用藥物呢？濫用藥物係指冇依照醫務人員嘅指示或者處方食藥，或者唔係因為醫病嘅緣故咧，隨便食一啲危險藥物。其實每一種藥物都有佢嘅潛在危險，特別係一啲非法販賣嘅精神藥物。根據政府化驗所嘅報告顯示啦，非法販賣嘅精神藥物往往有好多嘅雜質，包括漆油同一啲退燒嘅藥品。好多人都有個誤解，以為濫用精神藥物係唔會上癮。相對於海洛因，精神藥物似乎帶嚟嗰個脫癮嘅症狀冇咁明顯。不過研究好清楚顯示，就算短期濫用精神藥物都會產生心理上嘅依賴，而長期濫用精神藥物更加會帶嚟生理同心理上嘅依賴。更加嚴重嘅係，長期濫用精神藥物係會對神經系統帶嚟影響，而更加重要嘅係會令到嗰個人嘅認知同記憶嘅功能係受到永久嘅損傷。濫用藥物會對個人、家庭同社會帶嚟好嚴重嘅後果。由於濫藥者佢需要源源不絕嘅金錢去滿足佢哋嘅需要，好多時咧係會為家庭帶嚟好重嘅經濟負擔，亦都有啲咧會以身試法破壞社會嘅安寧。而佢哋嘅濫藥嘅行為咧，亦都助長呢個惡勢力同毒販嘅滋長。所以我哋絕對唔可以低估濫藥對社會所帶嚟嘅嚴重後果。濫用精神藥物包括 K 仔、搖頭丸、冰、大麻、咳藥水等，都係沉淪毒海嘅門檻。隨住時日慢慢過去，濫用藥物嘅人呢，需要食更加高嘅劑量，或者佢哋會食一啲更加強嘅藥物，例如海洛因，然後先至滿足到佢哋嘅需求。研究好清楚顯示，試過一次濫藥嘅人，佢哋多數會繼續濫藥，而到最後沉淪毒海。如果想知道多啲有關藥物嘅資訊，歡迎嚟到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參觀。